高雄的春美歌剧团甲金曲演社做伙合作的雨中戏台，一个拜六礼拜会伫咧画府营演出。这出有融合着歌戏、现代歌舞，也个现代剧，互咱会当看到台顶台骹的戏班人人性。人命受尽甘是天理，为囝应该牺牲所有意志。春美歌剧团的桂春美，因为《雨中戏台》这出戏，摕到团艺金曲奖最佳演员。伊查某囝孙凯琳嘛摕到新秀奖。即马《雨中戏台》转来高雄演出，母仔囝同台演出母仔囝有真侪对手戏。我甲你两个兄妹手甲遐大汉，你就是看我遐无起。你敢知我自细上间痛苦的代志，就是做文叫我写我的母亲啊！这出戏是春美歌剧团甲金枝演社头摆合作，讲的是导演王英如甲因老母，嘛是戏班演员月下的故事。甲戏班上实在生活搬到舞台顶，嘛回顾歌戏的变迁。有冲突啦，有和解啦，有时间上的，甚至还有时代的背景啊，这样歌仔戏的变迁啊，在这里面都可以看得到。主角桂春美一出戏就换10几套衫，伊嘛是第一摆伫台顶演查某人，对伊是真大的突破。佮为少年，佮做甲老，然后不但恢复努力心，佮爱甲查甫人塞奶我拢3条线了。规出戏融合歌戏、音乐剧甲现代戏剧，跳脱传统，嘛是歌戏下届的新创作。记者陈嘉文、罗伟做高雄报道。